高雄大寮一个乡亲捡到3地的银钢啊，总共是1500块，送到派出所。啊，打要安怎找主人咧？警方一个灵感，邀请到里长用放送头来放送，果然顺利把这个银钢啊交还给主人。 张君雅小妹妹，恁家的泡面已经煮好了。这个广告你一定真熟悉，用广播叫张君雅小妹妹紧登去食泡面，即马阁会使替你找物件。安尼里面也有放去那个硬币，今目前咱捡去中村派出所。里长伯用庙内大声公来公布，爱失主赶紧到派出所来领。广播差不多5分钟哦，那个里面叫派出所拿。 原来有热心的民众捡到3地1块的银角啊，找无失主，赶紧提到派出所。3袋，对，都1块。赶紧先提到银行点钱，总共1500块，搁透过里长公布，果然找到失主。然后有3袋，啊，1袋是多少？1袋500。失主的太太一听到公布，赶到派出所，顺利把钱领回来。因为路面遇到偏颇，那个钱袋就不小心。 掉落下。好佳在即摆有热心的民众到3工，阁有里长来公布，互失主全部的钱拢摕到转来，实在是真幸运。